再来看这新竹关心红国中附近的原地是有要用来保护过路人的这个护栏，也毋过最近互人发现这护栏是规排拢安尼倒了了，也因为附近就是国中，所以学生仔呢伫遮就爱拢爱闪过去。当地人是批评讲，这个护栏才装无适当就倒去，这品质有影是有问题。规排的护栏倒甲哩哩啦啦，有的已经断去，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原地就已经歪去的护栏规排倒去。住伫附近的民众讲，这护栏才装无4年，即马煞变安尼，品质恐惊有问题。快倒到下午2点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全倒，可是我看电视机没有收获。他们主动就要来了，那整天在路上应该都有人打电话去了啊。这是新竹县新丰乡新丰国中附近先得嘅行人步道。管府解释讲，这护栏是因为长期互车辆无说离去下着，才会害去的。最近就派人去甲倒去的护栏拆掉。我本府在111年所施作的标线行人警道上方的防撞软杆，那因长期受到大车的擦撞，目前已经倾倒的状态。那本府接获通报之后，将立即先派员做拆除的动作。民众讲，因为这是学生逐日上下课拢会经过的所在，所以安全特别受到重视。希望县府赶紧来增新的保护过路人的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